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最近你敢有听到卫福部的消息吗？讲术后药啊爱管制追踪，术后药啊女性吞落，敢可比保险套？敢是一切保险无义务？卫福部要来管理个追踪，安尼网络药房你管理有法度？今仔日咱斗阵来讨论。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医院妇产科诊所副院长何信仪。大家好，我是妇产科医生。第二位台湾乳龄连线理事陈淑芳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芳。那么第三位是咱药师王南湾。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南的药师。那么第四位呢，金健康总经理杨素卿，等会呢，小等就来到现场。首先呢，来关心到卫福部顶个月预告要来修正药事法，甲术后避孕药啊列入去管理甲追踪。不过护理团体表示，加强控管是咧为难女性。卫福部部长赵忠良伊回应讲，有配套办法才会实施。是药师嘛强调会参考到日本的做法，甲医生的处方，甲药师的指示，这两个模式拢列作可能的方案。若是性行为无避孕，也是发生非主观的性行为，为着避免有新72点钟内就会有食术后避孕药的需要，卫福部伫6月25根据药事法第6条之一，有个修正要甲3项术后避孕药来立管。卫福部正处林正义虽然配合即款药啊，本地就爱有医生处方签才摕得到，无改变处理方式。也毋过消息出来引起社会议论，妇女团体嘛批评这是侵害女性身体自主权甲生育权的决策。真是连踏入妇产科都有困难的情况之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72小时内去医院看诊来取得哈。修法应该把它松绑哈，那让民众可以在药局好可以购买以外哈，也希望能够有配套措施。事后避孕药转为指示用药，我们期盼政府可以设置兼顾隐私又具用药安全的咨询服务，落实孕产、避孕、月经等性别平等教育，提供进便也具有可负担性的药物及相关资源。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袂使在无配套，就加强管控甲追踪，若无强健互合法处置的方式变少，嘛应当参照 WHO 的建议，加伤害性较低的术后避孕药列做非处方药。那卫福部长崔日在卫权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表示，别赶公施行，会建立配套以后再来做。包括药师提供用药资讯甲相关管理措施，希望兼顾民众在紧急状况方便取得药物的便利性，嘛确保安全使用。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2个所谓的事后单剂使用的，就是在性交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，那么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。好，那我们也会来再研议一下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。但是在这个配套没有一起搭配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贸然把这个预告就把它实施了。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在制定女性避孕配套，应当爱考虑无共区域、族群等等的需求，嘛就要做性别影响评估。那准备追踪药物，嘛就要兼顾温书保密性，避免未成年受暴女性也是性侵被害者等等唔敢寻求协助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瑶台北报道。观众朋友，他看到新闻你就知吼，其实这还佫无要实施吼，所以不管你是女性、男性，你都免着急。那么今仔日来讨论，就是要来做政策的参考，大家发表意见，这头一个。第二个，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你都应该要有这个相无爱知影讲，这到底是什么药啊？机制是什么？食落对你身体敢有败害，有什么风险？首先咱来看吼。虽然我列咗3个吼药啊的名，但是这个用医科啊吼，甲考起来，这严格来讲，这个唔是讲只食落去吼，啊，就会当囡仔你就拢袂生，拢会避孕啦，唔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吼，小等我再请医师啊甲药师啊来解说。这个吼爱参这个 RU486吼。
啊斗阵食，这胃药我嘛咧食啦，吼啊这是来讲，伊嘛去追踪关节哦，伊即摆列出来讲，伊嘛去追踪关节，啊所以我以后食胃药啊，毋食别项，吼还是安怎，还是讲以后胃药啊拢爱关节，这我毋知吼。啊，第二项、第三项就是咱头讲的 LNG 啊，因为这长哦，伤长啊 ，levonorgestrel 吼，啊，但是用咱台语咧读吼，这洛因酮啦，啊，其实这个黄体素吼较加强的啦。啊，第三项就是醋酸乌里斯达吼，乌里 Pristol 吼，这嘛是这叫做 UPA 啊吼，啊，这两项你甲看哦。避孕失败了72点钟来使用，愈早愈好。这种啊有诶120点钟，吼愈早愈好。但是副作用拢会使，拢共款，会想要吐，吼啊腹肚痛、头壳痛，啊你诶妹时吼会改变，啊拢共款。这吼3、4项拢共款。啊到底这什么机制？啊是安怎有这个风险？啊这个风险有大到讲必须要用。恁何医师，恁来控制来处方，何医师。咱先讲第一项吼，其实这较单纯的是，伊就是一个子宫的收缩的药啊。好像讲你逐早伊讲过 RU486，互咱食落了，啊囡仔无法度搁生，啊生落来啊，咱2工了，甲食这个第一项这个药啊，子宫就收缩，甲排出来叫。伊本体就是一个胃药啊，你讲对啊，这本来就是主持人讲的，讲这本来就胃药，所以阮定来讲吼。有生的时阵、怀孕的时阵，唔通乌白食胃药，就惊去食着这粒，这粒食的是会落体。啊，这粒是争议吼，较无法济。后到正手边这2粒，这就是真是术后的药啊。啊，这个术后药就是伊是你嘛，咱讲伊是些高剂量的，伊是迄剂量足悬的黄体素，伊就是讲伊会影响着咱的荷尔蒙。啊，阮定来讲一个真简单的道理，就讲吼，咱医生开药啊，互病人食，像我。要帮助别人有心要怀孕，来看不孕症。咱医生要帮助别人，就是甲伊对无正常调甲正常，啊，伊就甲会怀孕安尼。啊，咱来调伊的荷尔蒙，调伊的子宫，调伊的卵巢。啊，这2种是颠倒过来，伊是要有一个正常的女性，伊本来也是无食这个药，伊无一定就会怀孕。咱紧食一个紧急避孕来讲，紧食这个药啊，伊是一个高剂量药性足强的，互伊随讲吼，马上荷尔蒙随转变过来，对正常变做不正常。因为伊对正常变做不正常，啊，这个胚胎都唔知影，伊卵都排袂出来，啊，也是有胚胎都唔知影要着床伫对，正常变做不正常，伊就无法度。啊，以后会紊乱袂？当然，你爱食这个药，伊顶头嘛有写嘛，你的面试过来的1、2个月面试可能会乱，啊，当然无讲真长期的迄副作用，袂讲长期影响。啊，个至少伊是对正常讲啊无正常，所以这个药我是讲去嘛是伤身体啦。阮医生的观念真简单来讲，这个药啊，互一个病人对正常变做不正常，就是伊是一个伤身体的药啊，所以上好是爱有医生来先评估者，吼，啊，再来食，啊，搁转来追踪，安尼是，阮是感觉讲，安尼是较安心的做法，安尼是。就一切来讲，比如讲，啊，伊若是有。歹势共讲的这个理由，是啊，我有你医生知，是啊，想讲我就家己紧食了，因为我这项代志我就真歹共讲安尼。是，阮当然嘛知影讲这个原因，啊，过其实食这个药啊，上重要是讲伊无啥物真大的副作用、后遗症，啊，过问题是伊嘛无一定100%会当避免到这个怀孕，嘛是有可能差不多10%的人嘛有可能无法度动咧，无法度100%避免。是100%，所以上重要是阮医生开这个药上重要，我一定会叫伊讲哦，你这个药要紧食咧，2礼拜了，你的经也是无来，你一定要搁转来顺，因为我袂当甲你保证这100%，这点上重要。就是讲，你食这个药啊，你2礼拜了后，你上好搁转来互我顺一遍，看你是毋是真是这边互你避免掉，这点上重要。这阮一直咧强调就是讲，这毋是讲我甲你开一个药啊，你等去食好无代志啊。你2礼拜了，一定要搁转来互我顺讲。像迄广告啊，即罐摕转去补对，这毋是一个你伫咧7-11要买一个核糖安尼，要转去后安尼食好无代志，因为我袂当甲你保证100%会动会掉。吼，啊，这顶头嘛有写讲，伊有可能讲无法度动来，啊，你也无法度动落来，你也是2礼拜了后，你搁来验嘛是2条线，咱会使搁进一步搁处理。阮上惊就是讲吼，
伊叫是讲伊食落就无代志啊，经乱的无要紧，结果等2-3个月，奇怪经乱个腹肚大起来，咱无法度处理啊。嘿，阮上惊就是这。所以会去叮当着啦吼。是。我刷来要来请这个陈律师吼，咱女连线的这个立场是啥物？即个代志，互大家遮尔大反应，有一个重要的是，其实真侪女性拢唔知影安怎去看医生，才会来摕即个药啊。真侪我的朋友拢是行入去药局药房就买着啊。所以即个要互伊管甲较严，大家就感觉我本来就买得着，你搁要互我变甲遮无简单买着，对，感觉失去了一寡方便哦。那对阮团体来讲，对阮看到大部分女性的需求来讲，因为头段咱影片嘛有看到世界即个方向就是，互女性较会当方便吼，看会当安怎较紧摕到即个药啊，这是一个方向，因为有时间性嘛，头段医生嘛有讲。那伫美国或者是讲 WHO 拢一直咧建议讲，即个药啊吼较方便买嘛。伫美国现伫加油站可能拢买会到，伊就是遮方便，因为伊希望你伫时间内底紧摕到即个药啊。毋过是安怎咱台湾的方向，改成甲人无啥共款哦，变啊较严格要来管即个药啊，这是阮较烦恼的啦。那副作用的问题，烦恼啥物？烦恼讲是毋是会提高即个，互女性去买即个药啊，变甲较无方便吼，因为伊搁爱去看医生或者是安怎？大家拢会讲，台湾的诊所足济啊，足方便啊。所以头拄陈副院长所讲的，何副院长所讲的讲，这嘛是有风险的，无100%的，你上好啊，转来顺的。所以你感觉方便较要紧，这个10%的风险，个人你家己爱承担。对，这就是大家咧讨论这个问题哦，一直甲伊分做2个方向。毋过对阮来讲，咱要互伊方便，咱同时嘛爱甲伊讲，你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？就像头先医生讲的，咱咧卖药的时阵爱甲伊讲，这毋是100%。所以当一个女性伊会来买。但是，我毋是条件的，因为我所在我来的时候，我凊彩网络去 Google， 足好买啊！我10波嘛会使买，伊嘛袂问我讲，你是要安怎？伊嘛唔知我是查甫的，我讲赖嘛有咧卖啊。这大家考虑一下。所以咱讲来药房买药局买，咱就是希望药师嘛会当甲因讲遮个代志，毋是凊彩就卖。你嘛甲伊讲，你可能这毋是100%，买来该安怎做？这就是大家咧讨论的讲配套是安怎。这就是放开你惊死，搁放惊飞啦吼。那药师你安怎看？你偌侪人，你感觉比例是偌侪人伫网络顶头买，偌侪人来甲你买？其实阮若伫药局也是讲伫一般咧这样课时阵，足侪女性朋友拢会来问即个事后避孕药，因为这是一个足侪人会来问嘛，伊嘛无希望讲，我即摆要摕一个事后买一个事后的药啊，搁爱去挂号，搁爱去登记。伊安尼感觉足麻烦的，而且毋是每一个所在拢有妇产科医生、妇产科诊所来咱互阮开药啊。还较远的偏乡要安怎？有足侪所在拢袂当开的话，伊毋爱找愈危险的物件去摕，可能去摕甲毋知去倒买，就去网络买，网络买就危险嘛。你毋知这药啊是真的是假的，即边就是出着即个招数的一寡，惊讲假药就足济。你毋是等到害着遮歹摕着合法安全药啊的女性朋友来摕这药啊。我的意见是感觉讲。咱甲即个事后药啊变成一个较安全，药师就会当来做咨询，嘛当来做最后一段咱社区的风线，就是讲有需要，咱药师会当去上少药局比诊所较济吧。那伊这个有时效性。你即个头我讲的第二粒药啊，咱就讲3工的药啊，伊一粒是3工，一粒是5工啊。吼，咱3工的药内底，你啊第一工24点钟以来食的是95%的保护力，咱也搁拖了。第2工再去看医生，哇，剩85%，搁拖一工，第3工剩58%，伊有新的机会就愈悬，有可能造成伊愈后壁要搁去处理，要去拍体，哇，这个伊的风险就愈大，所以伊即粒药的特殊的所在，伊是有一个时效性，伊是要紧伫个3工以内、5工以内来处理。是讲要来就爱找恁买，找阮买，毋通去网络买。对，恁药啊。但是网络要哪管？网络毋是阮会当管，毋过阮当和民众讲，即摆药房就会当合法安全来买。咱民众你家己咧买啊，你家嘛会感觉讲，对吼，我共款会当去药房，会当买着安全的。我为虾米爱去
网络买这唔知影对方是啥，这药啊是真是假，唔知的所在。实际上你即马药房会使买嘛？袂当买，这是即摆是处方的药啊。爱看这个人有要买有要买，是甲伊有甲有的是甲诊所配合，讲不要紧，你就去隔壁阮的医生的诊所，伊帮你开安尼较安全，从加一道手续。正常是爱有即个医生的开处方来阮药房领药啊，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。是啊，苏先生，即马目前台湾即个起草是大家10个人有几个人伫网络买，啊几个人去找何副医长啊去找王药师去拆药啊？这确实的比率我唔知啦，可是我相信真侪人是直接伫药局买着。啊，你应该想一个代志，讲即马这款药啊，伊其实是处方药啊，可是处方药啊，照你讲应该是爱去诊所有处方再去药局摕嘛。所以咱能讲制度啊，甲现实嘛是有一段落差吼。啊，所以我感觉真侪女性朋友吼，确实应该是去药局摕啦。啊，我感觉咱即摆爱防止的是你拄仔讲，咱无希望咱的女性朋友伊是去网络摕，还是讲伊爱去做神秘的所在啊，什么外籍劳工会有人安尼去买吼，咱爱甲即个路给断去甲。啊，所以即摆可能是卫生署，因为是卫福部就是讲，啊，是毋是爱来管一个？我感觉讲，咱也无希望遮个奇怪，因为伊网络要卖，还是讲这乌市要卖，伊要有来源嘛，伊这药啊都有来，所以要管网络即块，希望大家莫去做危险的所在卖，所以安尼这无难啦。说讲实在吼，就是所以伊是安怎讲，伊要追踪啊啥，伊毋是要管咱上去甲药师卖。伊毋是要管咱上去甲何医师开，伊是管讲你这药商，你这药啊，你爱甲我讲你卖互啥物人。啊，我感觉佫有佫较简单的一层管法啦，吼，就是管讲你会记哩吼，咱真侪人拢会食迄感冒时阵啊，鼻啊塌着，拢会食迄鼻炎胶囊啊。啊，鼻炎胶囊因为内底有一个成分吼，用摕去做安非他命，所以有一段时间管制作业也严的。可伊的管法袂讲登记，还是一定安那？伊讲你一个人。伊源头第二是一个人共买一盒，所以这个要管法有足侪方法啦。避免讲这药啊，伊走去网络、走去乌市去，变无安全。所以政府的管应该这边管，吼，就是防止药物去乌市去非法的所在，造成这个人因为无专业的协助啊，食这药啊产生危险。所以咱要管的这块，政府爱做这。啊！可是大家拢可能拢想讲，哈！你即马要甲我管的意思，要对种的意思，你要来管讲，我即马去买这个药，我写名哩吼，应该毋是安尼啦。我感觉大家想偏去。啊，这当然是假问吼。我知影讲真侪外籍的医工哦，因为家己的管道啦，吼，连开刀也有啦，做美容的啊，做美容嘛有啊，嘿啊，伫卡车内面就来啊，满喙齿嘛，啥物拢会使啊。啊，这卫生部应该是无法度吧？所以卫福部爱管的是管，人我可能抓袂着，可是药啊我抓会着啊，因为我这个药厂我做出来，这药啊袂互杀人，我爱管啊。你是毋去药局？啊，如果你去药局，啊伊这个仓储安怎行去倒位，爱知嘛。啊，如果你有奇怪，你做200万粒，啊你100万粒去药局，啊50万粒去诊所，啊佫剩50粒无去，啊这目前这应该是合名药啊嘛。无，即摆应该有一我是合并药对，应该是合并药，不是原厂的。啊，所以咱在地拢有咧生产。咱在地冇生产。啊，所以管这在地就知影嘛。所以咱即摆要管的是源头，是这做药啊，是这伊到底卖互啥物人？啊，咱若要防止讲啊，遐人可能因为进前吼有一种管制用药是迄安眠药啊，你知影？安眠药嘛是有这问题，有的人吼，伊正讲会有一个人我会记得哦，伊4价去买哦，啊要做济哦，啊再卖互别人哦，啊所以伊要管咩啦？伊嘛是管制用药啊，啊你根本有办法，所以即摆的问题就是讲，咱管吼管的方法拄好一个讲源头管。啊，药师因在甲管的，你一个人卖一盒，不过唔像你啊，这里拍拼，你发动人海攻势，规台湾所有人拢去买一盒来储存，我就无办法。可是同就安尼用小可防范讲，这药啊走去唔应该出的所在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你拄讲，到底是网络卖了济，还是咱药局卖了济？我相信还是成年的女性，咱国籍的吼，应该是药局卖了济。啊，可是讲唔是咱台湾籍的。
还是讲宿舍有一寡可能像我未成年，我唔知因的心理有压力，唔敢去讲，唔敢去要求，唔敢去接受，伊可是别人别个所在。这种未成年的呢？这是咱讲一个讨论。咱天龙讲即摆囡仔真早熟啊！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可是虽然爱你法国啊，还是你个纽约，因甚至要互这个囡仔会用个摕到，因为伊未成年怀孕比未成年性行为严重济啊吼。所以我是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？我是不是先设法，互伊摕到药啊？所以因迄个做法，法国的做法是，学的迄个保健室的迄个护理人员蛮该互伊的。所以我唔是讲为着讲啊，我甲你讲，你先啊做这个代志，我先甲你处理你的问题嘛。所以咱青少，我反倒是我讲啊，咱即摆讨论这个问题，咱爱想讲，安那互这个囡仔用摕到药啊，咱个用保护伊。吼，你需要我用互你，互你了后，我是爱想讲，伊到底是红杏剥削，还是因是两小无猜？啊，是伊发生什么代志？咱后续安那协助伊，可是后续是后续哦。安那有因摕到，因为你知影台湾有一个速率有一个情形，其实我唔知即摆佫是毋是。之前我有参加一个迄个记者会的时阵，迄当阵因公布一个数字，讲咱台湾的迄个未成年青少女的怀孕率啊是亚洲第一名。是啊。所以。你干嘛互伊怀孕，唔爱互伊药啊嘛？我当然嘛是互你先设法互你摕到。所以我看到咱爱讨论就安那互这需要的合法的管道摕袂到，这个人，咱后摆安那紧急互伊摕到。因为这项代志吼，会产生较大的舆论的这个反应就是讲，我身体自主权啊，我身体自主权啊，我未成年我嘛有自主权啊。啊，这是要安怎来想？啊，甲教，啊是讲啊，你爱保护家己来去找王药师去摕，还是去找保健室？但是学校保健室要控这个物件，这咱小咱再来问。我先请教何会长吼。是。我看了一题吼，讲若无处理啊好，有可能造成子宫的外阴。这是虾米情形？你也有炸这个模型？你有咱解释一下？无啦，这无，我要先解释讲，毋是食这个药啊造成子宫的外阴，但是还是先讲，所有的有生的人，所有怀孕的人来妇产科第一件代志，阮就要甲确定伊是子宫，伊迄个着床伫个子宫内底，毋是子宫的外阴。咱最这个图就知影讲吼，咱最卵巢伫遮，啊卵巢的卵排出来了后，是先过迄个卵管。就是输卵管了，才会入去到子宫。啊，你喺子宫着床了后，子宫内底受体，就是子宫内的怀孕，安尼才是一个正常。所有的女性来看阮妇产科来看有生，第一样大家就是爱确定伊是毋是伫子宫内底的受体。啊，伊也是即个胚胎行者，对卵管咧行者，无到子宫内底就卡掉的，伫个输卵管遮就卡掉的，迄就叫做迄就叫子宫外阴。毋是走去讲外口。讲外口嘛是有啦，迄嘛是另外一种诶，嘿，按过迄较少，大部分拢是伫个输卵管内底，卡伫内底。啊，因为即种就是爱开刀啊，迄无度迄个别开，迄子宫迄个卵管迄卵管足细，迄个囡仔会大起来，伊就会内出血，别开的内出血，迄就爱开刀，迄真危险。所有怀孕的人，所有怀孕的女性，阮拢会第一步就是爱确定即个代志。啊，阮现在上惊的就毋是即个药啊造成子宫的外阴，而是你即个人。你食阿优斯了，你食这个术后丸，咱逐早有讲过，讲伊有可能互你后个月面色会乱去，会足乱的，有可能。啊，所以可能这个人也是讲，咱这边的迄个怀孕无成功甲动起来，甲避免掉，结果伊也是伊毋管伊是着床伫对，伊也是搁伫遐生长。啊！你目一个普通人可能会想讲，我奇怪，我哪月经无正常，还是我怀孕哪有出血？伊就来看医生。讲，阮就惊讲食术后丸的这个人想讲，这个副作用啊，这个本来就是目一个的副作用，伊就无去甲管。结果等伫个内底内出血的时阵，处理就足歹处理。当然术后子宫外阴的这个风险是足低。过这是一个阮医生讲。你也是有怀孕来看妇产科医生，阮就会甲你想到这点，就甲你想讲吼，你有可能会怀孕，我甲你先开术后丸互你，了后你也来顺，我会甲你顺的时阵，会阁甲你确定讲吼，你有动落来无？你有片面你会怀孕无？你也动袂落来，伊是着床伫对，这阮一个SOP 安尼处理，阮的
阮的重点就是讲，你也是有怀孕的可能，你来找妇产科医生，这规套阮会安尼照步来，甲你一步一步甲你看。所以上重要，你若性行为，而且你也感觉讲，我拢专程拢无防护家己，是，就应该要来找医生。阮是认为讲，你也是有烦恼，你来找医生，阮开术后药啊，过你，阮会阁甲你评估，甲你检查讲，你啥物时阵爱阁倒来顺。我像我甲主持人报告讲，我一定叫我开个术后药，我一定叫伊2礼拜了后，互我顺一个。甲你确定讲你有动落来，啊，你若动袂落来，我会阁甲你顺看卖，你即个左床伫对，是子宫内底受体，还是子宫外阴？咱就来看要安怎处理，咱一步一步爱照步来。当然，发生即种并发症来即种代志几率风险无遐济，我就是会拄着啊，就是会拄着嘛。啊，咱就是希望这个代志莫拄着啦。嘿，这我会请教咱的陈医师吼，讲到女性的身体自主权。甲未成年，咱未成年要用什么管道啊来甲辅导，甲引导讲，你若万不离，你若有即种代志发生，你来较勇敢，爱保护自己。是学校即个性教育，也是社会教育，也是咱一般的媒体都安尼讲。那有人讲，哎哟，你咧讲即个未成年的，哎呀不输鬼。这应该安怎？学校老师去讲就好啊。因为在我来看，即摆青少年男女，伊要好好要听老师的可能较少哦，听 AI 的可能较侪哦。所以咱来训练咱的 AI。头拄主持人讲的，这所有的管道，其实咱拢爱做，学校当然嘛爱做，社会嘛甲讲，啊，真正拄着啥物款的问题，你会当做的代志是安怎？因为，就像头拄主持人讲的，即摆咱的 AI 哦。因看手机啊，遮个资讯遮尔济，你要甲动是动袂了的。当然，咱大家咧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阵，都有家长的声音会甲我讲，唔通讲遮济，会互因去乌白做啊，是安怎？对，你无甲讲伊真正就袂做吗？这我是感觉较怀疑啊。而且咱以公共卫生的这个政策来讲，你愈唔爱互伊知，你愈甲动，其实伊未来去找无安全的管道，这个风险加出悬的。所以你愈互伊知，然后互伊保护家己，那真正拄着这种。意外状况的时阵，伊会当安怎做？这才是真正完整咧保护这个青少女。吼，唔是讲动无互伊知啊。我感觉这个时代真正无啥物代志会当动无互伊知。但是吼，我一个问题，我感觉，这药啊，唔是讲食了拢100%无败害呢。啊，像咱是查甫囡仔无负责，你就爱注意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讲这是规套的嘛。咱咧讲安全性行为是对头前就开始啊，唔是讲未来。那当然讲，因为女性就是先天就是咱的有心，所以未来伊的承担都会较济，这是真正我的意思就是讲，咱咧对着要沟通的对象的时阵，无应该是顾是女性的利益啊。男性你嘛讲啊，这个麻烦哦，这公司是2个人的哦，这唔是安尼清清彩彩哦。虽然身体是自己的，啊，你嘛要照顾伊啊。所以那个。阮内部咧讨论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大家意见嘛无啥共款。像我就想讲，未来长期未来一个目标，就是毋是当女性会当去买这个药啊。当然，咱爱照顾，就讲是毋是会有人买起来卖。毋过当女性会当买这个药啊，就是当女性咧承担这个意外怀孕的后果啊。是安怎咱袂当互男性来做伙买这个药啊，替伊的伴侣做伙来买，这是分担这个。对，这就是未来配套的讨论的问题。短时间之内是无可能做到这个程度的。啊，有时你安怎看啊？如果若一个查甫来甲你买，我感觉讲即个查甫来甲买嘛，是这是真好的做法，代表伊负责。啊，无其实即个议题啊，大概上辛苦的就是女性朋友，大概安那你不管伊啥物理由啊，讲个啥物保险套破去的啦，还是讲都无想要无感觉的啦，是安那一堆原因无要戴保险套，到尾拢叫查某囡仔去食即个事后丸，心担后果的拢是咱的女性朋友足可怜。所以我感觉讲，查甫朋友做男性朋友做伙来买药啊，来做伙互阮了解讲，你啊，大概拢互恁女朋友食即个事后丸，其实会互伊即个咩事，互伊即个月经啊呐，愈来愈乱，可能一半摆啊紧急，可能真正保险套破去，啊，咱赶快补救安尼，无要紧。啊，无你大概拢记安尼食，其实会伤到咱女性朋友的身体。由阮的喙来讲，伊较会听嘛。啊，无，但是咱女性朋友。你有赞成讲，你查甫来买时，边仔爱女伴爱缀条。
我是赞成有足侪拢是因为也是来问，因为这是紧急用药嘛，我有教过讲。你是紧急的，这是一般摆啊，讲真正是不小心呢，啊，人的紧食，至少第一道防线啊，2个月了，佫无咩事无来，可能来验孕啦。啊，有的人是安那，伊是长期爱避孕的，家庭计划伊就是无要有心的。咱的药啊内底嘛有长期，逐工咧食这避孕的药啊，安尼是不是对这个女性朋友原本会当用来避孕，嘛会当用来调经期的这个药啊，对咱的女性朋友愈安全，啊，可以当保护到咱那家庭计划的咱的家庭，可能嘛有这个规划，嘛较袂影响到咱。因为我看美国啦、英国、日本啊，有一寡制度是讲，你要买来。你当场食我挂。对，因为我进前咧食头路时阵，阮进前上个 RU486啊，在咱讲的堕胎药丸 RU486，这粒药啊，就较风险较大，因为伊爱甲这个体，这个婴儿安那为子宫挤出来，所以惊讲这人这个病人甲药啊摕去怎走出去，啊，就袂互别人，所以这粒药爱我药师亲身爬出来。啊来边仔佫一个护理师摕一杯茶，阮两个有一个阿伯人共款讲，来，即摆你是猫咪人吼，你莫吞落去，啊现场吞完，当时啊较真少，佮检查药丸有唱伫喙内底无？对，啊这阿伯人，咱敢讲咱女性朋友，大概拢来药叫时阵，药师大家讲来吞了，我看卖，安尼这有人。这袂当讲爱强迫人食药啊，我们要有法啦。对啦。袂当讲凊彩就逼伊你的病头前食药啊。不然即摆讨论哦，卫福部官员听嘛，就是说安尼安怎做较完善，啊较人性，吼啊，而且佮顾及着即个本人的即个隐私权。是啊，我感觉药师伫咧最后一关是会当像咱头拄讲着讲。咱来当甲咱其实咱即摆有做侪防护做中伫药师家嘛，啥物运动禁药啊、再生医疗啊、中药啊、肾功能用药啊、艾滋病用药，上尾一关拢是药房。啊，咱这病人拢有这个需求，拢伫药房处理。咱若讲即个药啊真正较敏感，咱会当做一个事后完的一个认证药师嘛。这个药师是训练过，注意一寡注意事项，啥物问题爱去来注意。上较多迄查甫的避孕药。之前嘛有迄新闻做好笑啊，拢听讲啊，这避孕丸是紧急事后食了袂有心，到尾有足侪人讲呐，查甫买倒来食，伊讲我惊我家己有心，伊当做迄事后避孕丸是查甫咧食，嘛是有啊。哦，啊，这无看电视嘛，无相信嘛。啊，为啥物唔爱互因直接甲因讲？这个代志是一定会发生，啊，恁爱去倒位找安全的医生，找安全的药师来做看医生，来做摕药啊，安尼是上安全的，慢慢啊避免掉遮你个非法。危险的管道来，互伊安尼沙无方向，安尼毋是等到加较安全。这查甫摕来食，啊无相信啊食是毋是？伊当做迄事后丸是紧急是避孕药，是查甫咧避孕的。小段咱有一趴来讨论讲男性吼，嘛来平等，男性也有即个男性的避孕药啊。但是听讲吼，这副作用真大啦吼，就阮团队内面的男性就举手讲反对啦吼。所以我讲哦，这哦。无迄个绝对性的，即个男女平等啊，每一个人互相爱顾念啦。那苏经济啊，他主要讲着讲，爱在药师头前安尼食，咱台湾的情形安尼敢有可能实现？安尼敢有可能嘛？是用咧讨论啊。可以，我感觉讲即个代志吼，就是其实进前我想卫福部本来是咧讨论，有可能甲伊为本来处方药啊变指示药啊，本来咧想，因为确实讲。虽然咱的诊所真济，咱的医生嘛拢真正拍拼，逐工一直咧看诊，可是嘛是无药局遐尼济嘛，吼啊礼拜啊有当时都无开，所以进前确实应该有咧想讲，干脆就是变只是用药，吼药师来处理。2016年讲规划讲要术后，即个避孕药啊，做做指示药啊，啊讲要年龄限制、单处包装、不得广告、药师来指导。10年啊呢？系啊，所以不应该我其实10年前开始，可是我会记你今年、旧年嘛是有开始去讨论啦。其实是有咧想。啊，这是不危啊，还是不良呀？应该咧进行中，所以我来讲，因叫你讨论啊，因为迄个外籍劳工去卖这乌刺药的代志，才突然讲，那变有另外一款变一款安尼吼。可以我感觉讲，第一个。安全性来看，伊其实吼药师来卖问题无足大，可是吼足惊一件代志。伊拄仔讲迄子宫外孕的代志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当年迄RU486拄出来的时阵啊，迄当阵啊，某一个大学，啊，毋是呢，突然呢有即个救护车的声音来。
这阵迄大学生迄查某囡仔，伊就去买迄IU18。乌市的。吼，伊就食，想讲因为可能是有心，毋敢去诊所食，注射衰干的就是子宫原因，破起你才出血，出血了，所以迄当阵就是血出济才救护车来。你讲，总共是像讲这种终止妊娠的药啊，伊确实有危险嘛。我确定讲你要食的时阵，你胚胎爱是你子宫内底啊。这样食，确实有当时毋是讲有时看伊食呢，我确实你迄胚胎就是你子宫内底，我赠互你呢。无功德做超波，迄足恐怖呢，所以我是爱检查，检查了你去药所摕药啊，你直接食落，现场食落呢。这粒是安尼做，因为这粒爱确定这个胚胎伫这个子宫内底才会使哦。这粒是管制药啊，所以这粒就是管制，所以这粒爱管甲遮严，所以真危险的药咱爱管足严，这是事实。第二种，伊也无这里危险，咱能管较冷的，就是即马另外这两种。可另外这两种嘛面对一个问题，我讲实在，进前这两种药开始出来的时阵啊，有一寡迄老师啊啥来讲，哇，即摆囡仔吼，甲事后完做避孕药啦，就是吼因先快乐才讲啦。因拢无想着讲，我即马总共有这个行为，我应该是查甫用保险套，吼，也是因为你讲。鼓励迄少年查某囡仔，逐工食避孕药，厝内家长可能嘛是即个关过袂去啊。所以阮拢甲因鼓励讲，查甫囡仔你迄落家己爱随，查某囡仔嘛袂要紧，家己随身携带。总讲，因为之前吼，因有调查讲，像讲这意外怀孕啊，吼，还是讲迄定定是一时天雷勾动地火。就是啊，为了一时的快乐啊。对方就甲伊讲，袂要紧，咱就去改尔。所以想讲。查甫爱炸，我讲查某囡仔保护家己，伊嘛会用炸，因为有当时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炸了较好。所以我想讲，这两样药问题就是，真侪人到后壁变，伊甲这当做避孕药来用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看这两个药，我记得有一个伊适应症内底应该是无怀孕才能食嘛。而且还有一寡查某囡仔吼，迄已经乱甲家己有怀孕嘛，拢毋知呢。这有影。系啊。所以有当时你想讲照道理吼，你也无遐尼急，也是应该先去诊所。我毋是暗时我摕无，我买无，我总共是日实诊所有开诊，我是建议讲你去妇产科诊所。第一个我确定我无怀孕，第二个吼，总共你也是意外这性行为吼。问题无一定个是有性啊，尔呢。总共有当时一个性病啊、传染病啊，你无啥，有当时嘛检查，比如讲你迄个对象是一夜情，你嘛毋知伊啥物人啥物之类。我爱烦恼毋是讲有性这件代志，可能有传染病啊。总共你也是去诊所食，你顾会更较焦远啦。所以你也无遮尔紧急，你去诊所，你足紧急，你用去药局，所以专业。欠一寡，放伫那。欠保险套就好啊，拜托。好，你欠就欠保险套，免欠这药啊吼。总讲，可是伊甲转类的好处是讲，伊甲处方药啊变只是用好处，就是讲紧急的时阵买会到，无紧急人我有这个选择，我用较更加较完全的来了解我用做啥物保护。我感觉安尼是更加较好啦。我不得不认，请教咱胡一定吼。即摆现主是女性的怀孕的即个情形，无在婚姻关系内面呢，有动机关系咱不论，会来找你的比例有少呢，袂少呢，对，拢是无小心，拢是逐早苏青姐讲的讲，伊就认为讲无遮衰，一时的快乐，无要紧，就对啊。所以我真赞成讲吼，其实这个药毋是来做咱普通时的。避孕用的，伊是万不得已的时阵，所以万不得已就达出来有所讲的。把你今仔做的保险套破起来，万不得已，这无法度。我已经做防护措施，我今仔出代志，咱来提药，毋是讲这个药，毋是讲吼，我今仔吼，啥物拢无做，按讲吼，天雷勾动地火，这款情形，我有药啊，我先做，明仔再去甲来食药啊，这毋是阮赞成的哦。咱伫个医生的这个立场，阮是认为讲，迄是应该是讲好，你今仔气氛真好，你无赞啥？有人伫咧网络讲我伫假日，我伫暗时，我找无医生，我要来找药师。你也是有法度，其实你应该是，我今日无炸，我今日无炸保险套，我应该是先去 7-Eleven 买一个保险套来做。7-Eleven 比有更较济，较济。你也真是讲，
所以毋是，即讲药啊，毋是讲哦，我今日无做，要紧啦，咱先做，咱无早，咱先做看卖啊，咱先欢喜一下，然后明仔载去过来食即个药。这是阮是真反对这个。阮伫咧校园内底迄个卫教的时阵，拢是讲，咱的避孕防止避孕方式就是避孕药、保险套，毋是事后避孕药，这是万不得已的。嘿，何医师，你会甲人讲一个例吼，就是讲你若为着一时的快乐，啊，产生了真济麻烦，啊，在你处理起来嘛是真麻烦，啊。而且这当事者嘛是安尼真折磨的。是，所以我真赞成大家有书所讲的讲吼，你也是真是到尾啊，拢是女性咧承担这个代志啊。你讲你今仔真欢喜，啊，你第二天要食药啊，谁来食？女性来食，女性食了后，这顶头嘛食，你也无讲月经的问题，你讲恶心、呕吐啥啊，身体真无爽快，结果2礼拜了验啊，结果挡无掉。伊也是怀孕啦，有心啦，你搁烦恼，你搁爱食IU48上食，嘛是女性咧食。啊，你食了后，对查某人来讲，无要紧，你就食了，紧甲排起来，紧甲紧甲拍掉。对女性来讲，迄是一个生命，伊的心理内底迄种罪恶感，迄毋是讲咱食一种吼，当做一个月经来安尼就准煞。啊，万一来这IU48啊，佫无成功，啊，你就是爱做手术、做 DNC， 咧做迄子宫内膜刮痧术，迄嘛是足伤身体。哦。啊，万一来你会错过这个时间，想讲有当时会拄着讲，哎呦，我都一直叫是讲我月经，本来就袂顺啊，一直绑来做，来照一个超音波啊，4个月啊，囡仔4个月啊，我都本来就看起来就较大颗，所以我嘛袂怀疑，啊4个月嘛袂当摕啊，你只好甲生落来，安尼就足。就是讲这足痛苦的，啊，讲你问讲，问题是这也毋是讲你一个真熟的一个同居，像讲同居，还是讲恁先生，还是男朋友，迄就无要紧。啊，问题是一个无讲介熟的，抑搁咧交往的，啊，万年人也无要甲你负这个责任，安尼就足艰苦的。嘿，哦，这种违，这拢会拄会着，所以阮的妇产科医生，阮就认为讲无问题，这拢是女性咧承担这个问题，所以第一件就是。男性应该保险套在，我嘛赞成讲洪姐所讲的讲，无你着女性你嘛揸一个保险套，你也无保险套，你莫做。我嘛是安尼教我后生，我的后生，我会惊伊讲哦，我无代无志做阿公，我嘛甲我啊，我嘛是安尼甲我啊。你莫讲，就是讲恁老爸是妇产科医生，好惊着咧。对啊，因囝18送伊一打，我无爱做迄个交肥工哦。哦，这真正男性爱好好来检讨啦吼。咱女人线吼，连线吼，男性就较建议啦。建议就是爱炸保险套，要安全性行为啊。但是，咱咧讲的这事后避孕药，伊就是紧急咧食的嘛，伊就是无准备好咧食，你袂当做，大家拢有讲啊，袂当做一般的避孕药来食嘛，所以。安怎有安全性行为？啊，其实即马伫外口就买会到啊，7遮济便利商店四界拢有，系啊，前端就爱做好啊，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啊，这个药啊。啊，而且去7那边买，较袂为难嘛。即马拢去药房我开喙啊。阮个爱问足济。我去7买的时阵，就是顺便摕别项的。假咧买。哎呀，做伙买。哦，所以人咧讲吼，这保险套边仔的物件卖了上好，迄位上好。我是要买这啊顺煞买，用这这个遐安尼，敢若买迄个三多位置安尼，加在中啊，安尼掀起来安尼。哦，这嘛是啊，但是讲到尾吼，咱台湾如果若是要来做。医师、处方、药师、技师，啊，这爱做落去。你认为来法令上，以咱女人连线的这个，你认为上爱改是啥物？就是讲爱自行，还是讲为着要来改善这种事后发生的这个种种，啊，互伊较方便，但是。伊搁惊你惊死啊，放惊飞，咱要改啥物物件？要互伊较方便吼，即摆的方向，过去讨论的方向就是伫药局、药房内买会着嘛。咱咧讲的，毋是讲行入去就当买，毋是安尼。你嘛是要有配合，就头拄仔药师讲的，你爱甲伊讲啥，伊一定爱知影啥物代志。那2礼拜了，伊爱去验孕嘛，伊爱知影讲伊即个药有效无，这是一定爱做的代志。那配合会当安怎做？
一个女性伊若是来买这术后药啊，伊一定是惊有心嘛，所以你咧卖的时阵会当加一支验孕棒互伊啊，伊一定会去试，因为伊就是惊有心，所以这规个配套拢会当去讨论。互伊更较方便，甲互伊更较安全，这是同时会当做较到的。这毋是两条，一定要选一条的路，这是阮医用的意见。哎，绑做位哈。对，一定要绑做伙。有书咧。我感觉药师做最后一段即个防护措施。大行拢去到恁遐呢。足侪，阮即摆有够侪工课，连即摆迄家暴通报嘛，伫药局嘛有啊，嘛有小通报，因为你去即家暴人去通报，惊讲佮互拍，爱来药局。假装买药啊，先煞偷才有一个 QR code 会当通报保护伊家己，嘛是伫药房啊。所以这感觉这阮就是，阮感觉讲这是团体战啊。医生会当处，阮无都较危险的，主攻外运的，也是讲一寡啊要IU48要拍体，医生帮阮处理。啊，毋过紧急的，阮会当伫咧第一线紧来处理，阮无都处理会当互相转介，阮是一个联合保护措施。啊，阮会当伫即个时间，趁即个时间，甲咱的民众来讲，这咱会当食安怎食，有啥物注意的？可能你的月经会乱去，你也有一寡荷尔蒙疾病的人，可能会加，你爱搁追踪一下，惊讲影响到你原本一寡啥物巧克力囊肿啊，是啥物一寡荷尔蒙的疾病，可能会恶化，你爱特别注意。有的民众毋知影嘛，趁即边，互阮了解讲，原来咱的术后药啊，有即款的一寡注意事项。查甫朋友听着嘛，知影讲，哎哟，我一个无戴保险套，影响到遮尔济，我以后应该。戴保险套保护咱的女性朋友，长期要做即个避孕计划的人，嘛，让知影讲，毋是拿事后即个紧急药，其实嘛，每工长期使用还比较安全，药会当来做使用，毋是愈好吗？甚至可以当选啥物避孕环，嘛是有足侪配套会当来做准备啊，这都拢是相对即个术后药啊，对咱的女性朋友更较安全做法。即摆学校高中以下讲毋咧教这？即摆大家拢是感觉讲。可能家己去摸索，还是伊老师。因为迄个年代是讲14种、15种，你家己看嘛。对啊。足久啊。足久啊！阮都60岁啊。对啊，你看，连即摆这，主持人你看，连即摆这网络遮尔流行，伊家己看这网络一堆的错误的资讯，就遮尔济啊。咱为虾米无爱面对它？因为这一定。伊即摆即个社会，因就是拢有即个想法啦，拢会安尼未成年可能有性行为啊。咱规去面对他来讲嘛，老师歹势讲，阮也无歹势讲，阮逐工都咧面对即个有诶无诶问题。互因愈正确来用即个药啊，互因来了解讲，安全性行为有啥物可能做法，嘛讲要避孕嘛，有啥物诶药啊，有几6种会当来选择。咱互因知影讲，选择较安全诶、较安心诶，拄着。较严重的有即个妇产科医生，伊会安怎大约安怎帮你处理？你莫去问朋友啊，问网络啊，问 AI 一段，甲你愈问愈惊，互因知影有啥物管道会当摕到较安全的药啊，较安全的做法，会当问到较安全的人，这是咱这边政策的目的。这安尼听起来吼，是教育，但是我的感觉是安全2016到今嘛，这个问题还佫伫的。我问讲是不为也不灵，我认为是社会整个气氛，甲人的即个人心嘛吼。你苏婷姐，你有感觉讲，即摆人的即个心态，又搁甲10年前又搁无共款，尤其新的一代就出来啊。本来就是讲，我感觉。第一是医药的科技伫进步啦，进步的同时，当然咱人对这个对真侪代志看法嘛无共款啦。所以当你看法无共款的时阵，你看待一个制度，你无一定你就会感觉无共款。你讲先10年讨论到这嘛？因为这申请讲是不是咱这个我会记你申请专利应该是药商嘛？药商应该是讲我做这个药啊，你即马甲我讲我爱处方，爱处方就。照道理较无方便卖嘛，我就清理较歹啊。所以我感觉我其实这是一个真安全的药啊。伊你个拢是安尼管的。我即马来申请，申请了后，咱来依据咱即马使用的情形来讨论来迄落。你嘛知咱台湾有怎样？讲实在话，有一寡我嘛毋知影先讨论遐尼久吼，搁伫审查，我家己嘛无清楚。进行为药啊，外国已经。开始用啊！来台湾要申请，嘛是我用，奇怪，外国临床试验嘛做啊，
啊上市嘛你卖啊，啊即摆来台湾，咱台湾敢有较牛？你共看这个久，我还袂共通过，你是想啥？有当时是因为我想讲，现在人力可能无一定有遐济啦，吼。啊，第二就是讲嘛，咱真侪社会风气哦，有当时啊，互公务员吼，伊的心态有需要改变的，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照原来的管，出代志毋是我的问题哦。啊，如果若安尼，迄男性的避孕药啊，毋就更较免讲。我感觉应该用慢慢啊等，就是讲，真，咱若无去鼓励吼，也是无一定程度去鼓励这敢做代志的公务员吼，啊，伊敢创新，伊是愿意去挑战这个人，总伊去做这个代志，结果是。做甲流汗嫌较流烂吼，啊代志搁较济，啊嘛无功劳，伊一定后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我感觉即摆咱政府整个氛围啊，我觉得伊对临近的公务员啊，并无较对。所以咱面对即摆卫福部讲要来改吼，我是正面来讲。对。啊，大家好啊，甲鼓励啊，等伊甲讲，讲啊，我即个角度是安全，迄个角度是安全，但我上惊的是。学校内面较保守，无爱去讲即项代志，甚至呢到时阵讲，保健室内面嘛爱传一寡。咱这嘛是即摆同大的问题，就是吼，不只是学校啦，有当时是一寡宗教吼，因就较保守，所以每一届吼，好不容易讲咱要进军，听讲咱能做。啊，结果一大堆迄讲袂使哦，恁安尼拢，恁安尼一间教嘛，你校园内底放保险套的贩卖机，因是行过是毋是就心想要买？真想要买，想要做，本来无性行为，拢互你讲性行为，敢袂使拄好？啊无健身房遐尼济，你过去拢无你要健身，同好是放喺遐里头迄落，可以有当时就是，这个代志就是一定有反对的，啊是安那咱爱社会氛围建立一个理性，咱讨论讲，确实你别用想象讲有一个风险。咱看各个安尼做嘛，无因为我讲我卖保险套，所以性行为佫较济嘛，吼。所以这样讨论啦。第二，我感觉开始即摆囡仔吼，咱爱平心而论，我看因性行为年纪感觉佫较早，啊，对性行为这个态度啊，甲进前啊无啥共款。我印象中，迄当中一个妇产科医生甲我讲啊，有一个应该是青少路来。啊，叫伊检查就是伊是毋知是皮菌感染，就是一个感染。啊，医生就来讲，啊，像即种病吼，家己治疗是无够的吼。你的另外一半嘛爱来，伊嘛爱治疗，安尼才好交完嘛。啊，结果来一班。毋是来一班，伊讲无结果来是这个查某囡仔讲，我才不跟他们说呢。他们，佫是复数哦，吼，不止一个。所以讲，即摆囡仔有当时咧想啥，咱爱。我感觉态度很开放，好，会行为不一定要这么开放，观念很开放，啊，行为免做甲迄落。态度开放，行为无开放，我看是。就是吼，有当时我感觉，可是有当时行为管伤严，以前定下讲迄严官出搞贼，就是你甲伊管愈严，伊愈想要去试看卖。有当时你反而吼药师哦医生，你要甲伊讲这个代志是啥？你也接少年者对你的伤害是啥？因为青少年性行为，毋是讲性行为啊，卖怀孕的无代志呢。你伤早有性行为，你这感染风险，总有一个人的感染风险悬，后摆不孕的风险嘛悬，有真济代志，拢爱甲伊讲好清楚。咱太济拢是想讲，妈妈甲你讲，你着囡仔人免管，囡仔人免问这，你大汉就知。免等大汉，你互伊知，互伊家己来了解这个风险来做判断。咱台湾人太粗，咱那个年代吼，拢是妈妈讲，你不要知道，你不用知道，你有耳无喙啦。嘿，有耳无喙。我逐个耳口啊拍开吼，来会师你上后尾，我来甲咱讲者，即女性朋友要安怎学习来甲保护家己啊？是，就今日第一步，我想上简单的是，在做进前，上好是保险套准备好势，啊是真是。万一无法度，安尼你来食事后无要紧，这是一个真安全的药。按过一定要有配套的措施，你2礼拜了，一定要过来询讲你有怀孕无？就讲有真是成功有甲动来无？爱找医师啦，是爱找医师，嘿，这找医师啊。但是嘛，希望讲整个政府会当吼，甲各种的意见啊来接纳。啊，校园内面，我上惊是未成年啊。未成年咯，知影做啊，唔知影收煞，迄足济。啊，而且伊嘛能力无够遐去。感谢四位，谢谢。